上午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开始来关心，昨下晡4点外，各有41万单莫德纳预防车送到咱台湾。针对预防车分配问题，已经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希望互更较侪人拢会当拄到头一档，也毋过拄过头一档的人，敢无法度顺利拄到第二档。陈时中是坦白讲，政府会尽量，也毋过无法度挂保证，因为预防车入来的时间真正是真恶杂。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在莫德纳疫苗回国的中型航空降落地桃园机场，佮赶紧送去冷链程度做疫苗检验风险流程，一批41万剂疫苗，是台湾相比采购505万剂莫德纳疫苗第3批，有效期限到明年1月7日。卫福部长陈时中希望8月底进前交回1000万剂各种疫苗，10月底进前国内第1期注射率有6成进口，大家是不是如期注第2期呢？陈时中讲尽量，毋过无法度保证。每一个国家在做疫苗的第一波的时候，希望都能够广。我想这是大家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策略哈，先而广，那然后让它强度能够变强。然后我想我们也不例外，朝着这样的方向做规划。但我们不会故意让它不够的哈。主持关键疫苗进度，但是中共双方的协商，相信互大家拢满意的成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透露，台积电向美国请求协助摕到疫苗，但是中共所有甲国外有往来公司共同努力乐观其成。毋过也承认确实真困难，因为疫苗拢是掌握伫其他国家手头。有媒体报道民间采购疫苗，互陈时中伫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长苏贞昌之间真为难，陈时中是否认。为难是在疫苗进货的时间不顺利了，那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在这个疫苗的采购，除了有一些前客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来跟我谈这事情。有关的各种谣言等等，都已经经过正式指挥中心也好，政府相关单位也好，都已经一再的驳斥，不要以讹传讹。陈时中也第一摆表示，考虑做第3期增加保护力的采购谈判已经展开，自 AZ 佮自莫德纳疫苗时间计划协课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昨到会的是咱家己买预防车，那美国嘛有送互咱台湾250万单莫德纳预防车，从今仔日开始会扩大注射。上北昨就开放注文，新北市这一届是头摆使用线顶登记，这开放就上100万人伫网络顶头造成网络大塞车。有里长嘛怨叹讲，为怎样要改？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为未来注射量会愈来愈大，用人工的绝对会袂付起。新北市第4波开放72岁以上老大人注疫苗，第一摆采用线顶注文，30早起8点就开放，到100万流量，造成网络大塞车。里长接电话接个手软。连公所的电话也被瘫痪了，真的从8点半开始到将近11点的时候，才慢慢趋缓下来。更何况当初台北市这种预约就已经被民众长辈说过是很不便民的。就惊做无莫德纳疫苗，来问电话无听过。市府表示，即摆有108000支接受注文，到30下晡2点之前，已经注34363支，抑有真侪疫苗会用注文。未来的施打量以人口的结构，它即将会越来越大量，所以势必到一个阶段就不可能只靠人工沟通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有次序的做一些转换，所以后面的很多的想法，不管流量，我们也已经在做调整跟控制。台北市也同一天放令72岁以上老大人注文莫德纳疫苗，早起8点才开放，9点半到未少医疗院所已经满。那我们所提供的剂量总共有87136。那很快的，从8点开始预约，到10点钟统计，已经预约取号成功的有50568，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台北市75岁以上老大人，也有18人还未注疫苗，有的是对AZ疫苗无信心，即摆拢想要注莫德纳疫苗，不过医病院医生强调，这2种疫苗的不良反应拢差不偌济。一般比较轻微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差不多，它那个2种疫苗对老人家的一个保护效果都会比年轻人稍微低一点。
至于那个 AZ 疫苗比较特有的血栓问题，跟那个莫德纳疫苗比较特有的心肌炎的问题，那个都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族群。台北市府也提醒，因为注文系统判别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能注文一摆。进前捌注文过，毋过后来无去注疫苗的大人，这摆无法度注文，也免紧张。那疫苗有够，每一个人拢会注到。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伫中华市区的交友百货大楼站7点外回收处，这栋大楼有15层楼啊悬，第7楼到第9楼是防疫旅馆。救援人员对昨暗一直到今仔日半暝3点外，才把内底所有的人拢救出来。这场意外造成22个人送上病院，阁有4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是消防人员。暗暝中火一直自大楼的窗仔门冲出来。中华市交友大楼30暗7点外传出火警，警消接到报案，出动大批人车到现场。23楼的火正大，乌烟浸到每一层楼，民众搁较无法度走。大楼的7、8、9楼是防疫旅馆，有几多位房客甲工作人员调伫咧内面。中华县长王惠美伫咧现场指挥，讲救援速度较慢，是因为乌烟一直长期里分推车也看袂清楚，而且无电出来暗摸摸，也较歹找人。当时有浓烟吗？有没有饭店有没有通知你们说起火了？有通知啊，叫我们不用怕，就直接在房间就好。到初一透早3点外，总算把火控制掉，救出所有的房客甲工作人员。这场意外造成22人送病院，其中3位房客甲1位消防员伫送病院了，意外不幸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以前个消息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55个本土病例，阁有5个人致病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疫情有较稳定啊，也毋过防疫措施同款是爱做好调整。另外，针对批发市场发生群聚感染，疫情指挥中心甲农委会即马是有定出批发市场的防疫指引。假准讲有出现确定病例，安尼就要暂停营业。新冠本土病例继续增加，拜三30新增加55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23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22例，桃园市5例，高雄市甲苗栗县各2例，屏东县1例。另外也新增加5例死亡个案，这是连续第6天一天新增加病例数在100例以下。整体疫情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看，那都是在往下。好，那不过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个人的防护要做好由最近批发市场出现互相烧的感染事件，指挥中心甲农委会共同来制定批发市场的防疫指引。一旦发现确定的病例，有3大应变的做法，包含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直处隔离并且采检，甲指标病例同一大头，也是烧瓦的大头嘛爱包含在内，并且监测健康状况。风险的所在至少暂停营业3天，也需要1天2摆环境的消毒，每3天到7天进行检查，而且营运降载到上大用流的人数75%。若出现人数互相做伙斗阵，搁再降到50%，应经由延长拍卖时间、分时段、分区这方式降载来运作，一直到最后一名确诊者离开市场了后，第2天开始14天为止。更重要的就是有些的批发市场跟零批场跟传统市场是全部混合在一起的，我们会要求所有的这些进出的入口要有一致性。随着本土的病例数下降，外界关心7月12日了后，餐饮业甲夜市啊，是毋是可能小可开放？开放来用可能，但是中头一摆表示，毋是完全无可能。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不过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在疫情这样的一个控制为主。当然，我们相关的指引就要不断的去先把它准备起来。你疫苗注射部分，离到新增加13件疑似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件，其中75岁以上有8人。这13件的个案中，75岁以上有8例那他的总共7女6男那这个8人就是为疫苗接种后1天到13天之间发生。根据统计，即阵确诊患者内底有2670人是严重肺炎，也是急性喘气困难症候群，其中年龄大有60岁，也是长60岁，4000外个案内底有1805个，大约38是重症患者，可见只要重症高风险的族群，也是在较侪回老人。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讲，屏东的房山发生 Delta 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经过4天的封锁，嘛交拢体检，嘛做好预防下，昨昏红港甲善湖这2个庄仔头已经解除封锁，不过大家也是无啥敢出门。另外，昨昏又佫传出一个新的病例，是计程车司机的朋友。那屏东县政府即马嘛已经伫枋寮设前进指挥所，要预防病毒继续传开。要困几工？人客在头家今日10岁店帮山乡红港善湖2村为了防堵Delta病毒，停止商业活动4天，并且全面检查注射疫苗。30早起解除禁令了后，街路上也是冷冷清清，出门的民众拢是物件买完了后就赶紧回去厝的。这几天就有时候我们就很饿啊，都没有地方可以买的，没办法啊。房山 Delta 病毒互相烧的案件30个新增加一例，是一个女性种鸡子的人。离枋寮乡确诊的种鸡子翁仔某，这2天也确定是患着 Delta 病毒。总计相关15例内底，有12例已经确定是 Delta 印度变异株。屏东县府30在枋寮国小检查站成立前进指挥所，扩大来检查。那在14298被确诊了以后，他就被匡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一采的时候是阴性，那在昨天的时候因有症状出现，所以在采的时候呢就确诊。因为有多名确诊者在这边这个就医，发觉确诊之后，然后呢我们扩大匡列，甚至呢起了方山专案、访寮专案。这阵检查的对象以枋寮村里乡民，也有10了后，北到枋寮病院去看医生的民众，陪病的家属为主。检查站早起就未少烦恼民众来排队。伊无当就去隔离啊，就知啊。烦恼看来才严啊，因为迄天有载朋友回诊。205位房山的确诊者去过枋寮病院，被怀疑可能是枋寮种鸡子的人互传染的所在。全院列出537人 ，PCR 全部是阴性，即阵已经停诊3天，继续消毒中。官府也继续调查这种鸡子的人感染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昨昏有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拢是人母家庭内群组感染相关的案例。另外，高雄市政府毛甲凤山一栋大楼封起来，要大家去住集中检疫所，这是引起争议。高雄市政府有解释讲，因为这栋大楼敢若一支电梯，而且已经有5个人去会到，因搁住伫无共站楼，而且拢无熟悉，才会决定封锁。高雄凤山的这栋大楼是6月23日母互相烧的案件，其中2位确诊者住的大楼，进前早已经清洁消毒过。无想到29回栋大楼临时来清空，总共146人被送去隔离。周边社区连2天继续清洁消毒。因为30新增加的2例确诊，其中案例147例也住伫这栋大楼，不过这2家人分别住伫3楼甲7楼，互相也无熟悉。他2位同住的家人也因为有症状。所以也送到这个长庚医院来就医。那刚刚在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收到长庚医院的这个确诊的报告。新增加案例147例，2个住斗阵的厝内人早起也已经确诊，不过也无暗号。总计这大楼已经5个人确诊，由大楼电梯真位通风不良，高雄市府推测新增加确诊者可能北甲林母互相烧的确诊者，前后坐过同部电梯，而受到传染，决定封楼。不过最快引起民众惊吓。家人会蛮紧张的。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都要比例原则，何况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情况下，更要比例原则的考量，就是说有一点过当了哈。面对外界质疑做法超过，指挥官陈时中下晡替高雄市府来讲话，表示这款的决定确实是两难。我认为是一个两难的哈。如果你做区域的隔离，那万一在别层楼又有的话，如果我觉得公共区域里面所引发的，那我可能会朝向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框列。由此后大部分是向临时调转来采检隔离，不少人拢未会准备，也烦恼无才调来负担旅馆的费用。高雄市府回应，中央甲市府补助的防疫旅馆费用上悬每天有1500块。那市民有经济困难，市府会使提供公费所带的防疫旅馆，希望民众共同来体谅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2天，咱受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主要拢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早起伫中南部嘛是有机会会落地渐准雨。过到了后，各地山区、大台北地区依然嘛有机会落西北雨。
东南部今仔日有机会会透灰小风，若伫金门今仔日云较低，熬大雾会影响能见度。温度方面，北部高温大约是35度至36度，其他所在大约是32度至34度。若台东是高温有机会会升悬到38度。这像昨昏伫太麻里高温就有38度9，是真烧热。要提醒乡亲，大台北东半部高尾暗暝温度嘛是有33度至35度，所以乡亲爱加啉水，唔通着沙。毋但咱台湾遮热，加拿大西部又搁较热，传出热死人，已经连续3天高温度拢真悬，出现49度半的高温，目前已经有230个人热死。另外，伫美国嘅西北部嘛真热，电线是拍甲扬起，致使电车停驶各样。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一向天气真凉爽，最近却热甲亲像沙漠同款。波特兰市预备气温46.1度，西雅图42.2度，是国家气象局为1940年代开始系统性记录气温变化以来所看到上悬的数字。民众有冷气开冷气，无冷气开电风。华盛顿州斯普坎市一间电力公司只好分区停电来应付用电量增加的问题。不过，波特兰市的电缆引起造成市区电车停驶。有冷气的大型场所，亲像电商亚马逊就公开西雅图总部的公共场所，互一般民众进入清凉一日。波特兰厝内底无空调设备的人，是走到地方政府所设的避暑中心，连厝内底宠物也拢带过来。At the cooling centers, we offer snacks, cold water, 3 meals a day, and a place to sleep for those who need it. I'm very grateful for being here. They give us beds and they feed us. 顶礼拜5开始打伫北美洲西部地区大高气压，搁互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气温连续3天拢是破纪录的高温，预告搁请假49.5度。警方资料显示，温哥华有65人热死，本拿比34人死亡，苏里38人死亡，因大部分拢是年岁较大或者是慢性病患者。热衰竭、热中风、心肌梗头顶，病例数已经超过230外例，各种求救甲送医的电话，互急救人员是全疲惫。It's not limited to North America. Other part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lso experiencing exceptional early hot summer conditions. Arabian Peninsula, Eastern Europe, Iran and the Northwest Indian continent, just to name a few areas. Western Russia has also been seeing very high temperatures. 联合国亚太世界气象组织预告警告，太平洋西北地区这个无正常而且危险的热浪，上悬会到45度，而且至少要搁继续5天以上。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关心台北市的夜市啊有小看放令，连咧艋舺龙山寺的地下街嘛，即摆嘛一定会当恢复营运。台北市政府是表示，会大声处理夜市啊，甚至考虑讲后一批要互夜市啊的生意人会当大声注着预防下。正在确认，请注意下次广播。请要来世界民众做好实联制甲消毒，因为迄群特别过半月龙山寺地下街30正式复业。不过，只有部分的店头有开，其中一间100块的剃头毛店，人客真多，也个特别为桃园来老顾客。我们来剪头发1个多月没有剪了啊！你看那么长啊！这边已经是很熟了，也不想给别人剪了，对不对？别人剪我不放心嘛。虽然来西人无多，不过部分的店头认为有开店倒相机。你当然要正面啊，可是疫情这样多多少少也是会，可是我觉得就是尽量配合政府政策啦。就很矛盾啊。会希望赚钱，但是可是这样子对我来说也是蛮危险的。台北虽然有部分所在依然是热区，不过台北市决定龙山寺地下街复业，也个研究部分夜市未解封。因为台北市府办表示，会先为免提翠安路的美术馆、电影院先解封，如今夜市先解封，台北市府是回应夜市不是无目的开放，而且一波疫苗会考虑夜市打翻成住。用科学的方式，你知道吗？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说它的对民生经济啊，或者说对整个老百姓生活最有影响的先处理了。所以那个北美馆我们就还没开放嘛。
对台北市部分夜市未解封，经济部强调夜市毋是中央经济停业的场所，应经过地方政府同意来复业。而且今年外早，经济部会甲地方政府讨论后续配套措施，未来除了颁布人流管制等措施以外，可能会推出黄牌制，加查无合格达到一定数量的经济停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讲，逐天开开的预防车上阿尾迄罐有村会当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去注文。昨昏呢，台中市已经开放注文的网页，算的有超过300万人次入来这个网页，每也是有要挖2万人有成功注文。也毋过昨昏，敢若有21个人去注着，机会大概是1/1000。台中市政府伫站表示，因为村的量实在是伤少啊，开放注文看起来是无啥效益，所以打算无要阁开放意欲。台中市政府30个开放，75到76岁是大人，一个原住民65岁以上是大人，自村内8000外济一日有放射。这边总共有40个所在会当住，同时也开放有违约着村镇民众住。不过可能是受到底塔变种病毒的影响，这边来住的是大人较多，真侪注射站拢无村，尾也敢若21个人住着村镇，机会是1/1000。对，这只是很开心、很幸运而已。34个站哈给长辈打，那没有残疾。那还有66个站呢，有一些残疾。那零零星星加起来这6个站大概21剂哈，所以我们就按照哈这个昨天预约的情形啊，上网预约的情形哈，那通知施打。台中市政府统计，这边总共有19935人，成功有着要住村镇，上最是南屯区惠文国小注射站有1336人。不过30这个6个注射站有村，一外主着村镇的民众第2指标拿做，市府公照中央的规定办理。建议除了要特别注意接种间隔的时间以外，市政府后续将依中央最新的规定来办理。台中市政府伫咧内部检讨了后讲，因为村内济正少，浪费民众有约的时间甲人力成本，如果造成有约的民众若无注着会失望，无符合效益。所以未阁再开放有效。未来若是一个有村会直接由注射站之间互相调度，莫浪费疫苗，而且由指挥官针对第1到第6类注册人员，打电话通知因来做。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7月份开始有一寡新的制度要开始实施，亲像是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会对投保新组的6成提悬到8成。另外有新的妈妈产检的补助，对10届提悬到14摆。若产检假嘛，对5天变7天，而且佫放宽劳工翁仔某会使同齐请育婴留停做伙顾囡仔。来关心联合报，今年高中的毕业生是上阿尾一代读具考公的学生，有4万多人有报名指定考试，也就是英国的大学联考。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考试的时间是一直延，即马是延到7月底才会考，无法度去学校，嘛无法度去图书馆，嘛无法度去补习班，所以这囡仔干来当关伫厝内家己读。再看《中国时报》。受天气的影响，往来警示已经9分啊，一定爱慢。伫家己的大南就有出现高往来车队，因为量真大，需求量较低，所以绩效无啥好，嘛趁无本钱。农民希望民众会当斗交关。来关心这个月11，林务局伫顶个月11，林务局有伫林管处台东的林管处有发现一只身体真虚弱野生的姜仔虎，送病医了后也是不幸死亡。检验发现讲，伊有去喂着小狗病，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个发现姜仔虎去喂着小狗病。到5月31，防检局有检测到野生动物358件，内底有11只臭刺麻去喂着小狗病。也毋过6月份的时，头一摆发现姜仔虎嘛去喂着。为着要防止中国的抽沙船走过界，挖进咱马祖附近的海域来破坏咱的海底电缆，海巡要展开联合巡逻。若偏误的海巡，嘛有掠到一只中国的渔船走过界来讨海。请那个大陆渔船，请停船接受检查，请停船接受检查，这是第3次广播。偏误海巡离背对中国渔船放送，要求停船接受检查，对方若无停，也阁随油门逃走。你攻击公务人员，你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请检查就要检查。伫咧放送3遍了，这只中国籍渔船依然未停，还佫摕刀仔查考抵抗，要让海巡野青间吓惊，船才停来。该陆船人加速蛇行，拒绝停车受检，并持刀械及铁棒舞动威吓，企图抵抗。海巡人员遂持霰弹枪警吓，并采取颈追及强靠登检。海巡去伫船顶发现船顶有因抓到的760公斤的鱼，直接等咧海，不过无发现有牛肉、猪肉等违禁品，人甲船拢压登去片湖。对船长顶7个人采检拢是阴性。前方大陆船，本海域为中华民国台湾海底电缆重点维护区域，未经许可不准下锚，请立即离开。为了要防止中国的抽沙船挖过马祖海峡作业，破坏海底电缆，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官部2日伫马祖周边一个北岸的东北方海峡进行联合围猎扫动勤务。利用大型的巡防舰、续航力较悬、较有法度挡风影的优点，强势驱离，还个巡防艇较溜达，速度紧来对接，达到吓阻的效果。海巡署2天总共赶走3只外界抽沙的大陆船，更伫16只伫限制水血外的抽沙船，保护咱国的海洋环境甲海底电缆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9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0个的病例，目前咱台湾是14804例。中国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是超过80万例啊。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8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8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3万例。法国已经解除封锁，虽然确定病例有咧降，也毋过为着Delta变种病毒的比例是增加真济。另外，印尼嘛，因为病例数直头增加，因的医疗体系强要崩盘。高传染力的Delta变种的病毒入侵印尼，快速推升新一波疫情。连日来每天新增加超过2万名的确诊。首都雅加达的病院连大厅甲走廊上拢是病床，列区甲后病房拢全满，医疗已经超过负担了。Iya, di bawahnya kebetulan yang meninggal banyak. Jadi di bawahnya tuh bednya, kebetulan kurang bednya, bed di kamar jenazahnya. Jadi tadi tunggu bednya kosong baru bisa turun. 红星议会讲，这情况已经要到灾难的边缘。艺术协会搁再呼吁封城2礼拜。卫生当局准备7月推出更加严格的防疫限制。离了外岛的陈吉龙，真侪民众唔知爱心有药，就排队要来抢注有风车，结果注射所在4家拢是人，也形成新的传播危机。另外，正伫享受热天解除封城自由的法国也面临Delta变种病毒威胁。虽然2一天新一家确诊只有509例，7天的移动平均值降到10个月上低，不过Delta病毒株所占的比例对顶礼拜1成左右增加1倍，正就渐变做主要病毒株。Mais ce qui est sûr, c'est qu'il progresse par rapport aux autres virus, par rapport aux variants anglais notamment, qui petit à petit qui déclinent plus vite en fait que les autres. 另外，一直讲境内零确诊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为防疫工作上去了。朝中社30报道，金正恩前一天在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骂官员大呼接手忽视党的重要决定，造成严重的事件，危及国家甲人民的安全。严格报道并无说明所谓的严重事件指的是啥物。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结合因国会机关指控讲，伊牵涉一桩采购的弊案，拢未处理。不过巴西卫生部长是表示讲，这站买卖已经暂停。巴西总统波索纳罗拄到重大政治危机，3位参议员28向最高法院提出告诉，指控波索纳罗渎职，明知新冠疫苗采购案牵涉到不法，竟然无管。Essa comissão parlamentar de inquérito, ela vai ampliar o seu prazo de duração, porque a partir de agora nós já começamos a acessar
informações gravíssimas com relação à possibilidade de desvio de dinheiro público no âmbito da administração federal. 今年2月，巴西向印度巴拉特生技公司签署购买2000万剂 COVAX 新冠疫苗合约。不过3月31日，有卫生部专员向法务部来举报，受到长官施加压力签署可疑的协定，以4500万美金购买30万剂 COVAX 疫苗。波索纳罗毋知影这件代志，佮颠倒要求爱调查检举人诽谤。当时姚议员指控波索纳罗故意无看美国辉瑞的疫苗采购电子邮件。因为这件代志关系重大，卫生部长奎洛加29表示，巴西经暂停3.24亿美金订买2000万剂 COVAX 的合约。原本就因为防疫不力，互人批评的波索纳罗声望落到最低点，也威胁到明年的总统连任选举。虽然伊否认不法的指控，只是会互反对派更较有理由提出弹劾，也互支持伊的盟友无法度斗相共。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那缅甸的军政府昨昏是无缘无由无讲原因就释放要挖2300个犯人，包括抗议政变的示威者，也有报道抗议新闻的记者。民间团体是警告讲，爱说是军政府是6月赶菜加有心，赶哪加受金。一台一台的大巴士，将犯人自阳光之间加载出，因总算会当得到自由。真侪家属自暗暝等到天光。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加多利范围伊洛瓦伫新闻讲，全国有2296个人被绑，包括不参加示威行动、严过无带头、也无参加暴力活动的人。英国卫报讲，目前还有几多千人伫咧监狱内底。被绑出人内面有报道反军政府示威行动相关新闻的记者，伫迄天军方继续威胁媒体，警告讲不准用军政府这几字，也唔通引用甲夸大假新闻。从来嘛，实在有钱话咯，就路也都碰问年天们那些大娱乐秀，多到老百嘛，话不，就话不，头啊老百呢，路会粗暴母语就路话，讲你得咧下面嘛，就路青少大，黑色大母语，哪一些，哪个真来嘛，就路那边啊嘛，就路头啊老百呢，青少看。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警告讲，这边放人是军政府伫咧试水分。互外界认为当局正伫咧改造国家统治，其实毋是。军政府是伫咧为以后要掠更较侪人，接拔更较侪受害者预留空间。关伫咧监狱内面的人，只受到更加严厉的接拔。缅甸2月出现政变，实际的领导人翁山苏姬和军政府软禁，差不多逐天拢有大规模的暴动。国家罢工，行政业务部伫咧拍，军政府强烈镇压。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数字，自政变以来有6421人被拘禁，至少883位示威者被杀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7月7日是香港国安法实施满1冬的日子，警方用疫情做理由驳回游行的申请，甚至还佫出动警察戒备。国际特赦组织是表示讲，国安法已经互香港成做一个警察的管理的国家，对香港人已经造成人权的威胁。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周年的纪念，也是中共建党100年甲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的日子。今年香港7一游行由社会民主连线9号大数联名者民间团体来申办，28号警方发出反对的通知书，申请团体随后提出上诉，不过警方以疫情为理由驳回上诉。警方不斷咁樣去危言聳聽咧，仍然繼續用呢個疫情嘅理由咧。係去多番提出阻攔呢一個嘅遊行集會嘅權利。香港媒體報道指出，香港警方嘅動員超過1萬名嘅警力，全力來戒備出動反恐嘅特軍隊，注意民眾是不是違法限聚令，必要時陣無排除，擱再封園。香港氣氛緊張，為咗香港人計劃離開，去年6月得到英國批出政治庇護，成做香港頭一名英國政治難民嘅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1周年，作為民主派人士紅掠起來，媒體被逼關起來，攏看到中國嘅政治打壓是愈來愈嚴重。All the promises of freedom based on a specific system in Hong Kong had gone. And now Hong Kong is undeniably becoming to be a police state and totalitarian regim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self has given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very powerful tools by which they can curb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ther human rights. 国际地下组织30日发布报告，指出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付异议人士，让香港真正行上正多警察国家的道路，对香港民众构成人权紧急的状况。认为这项全面又具有压迫性的法律，可能会让香港沦做愈来愈亲像中国的人权的荒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韩国是全世界5G 发展上紧的国家之一，也毋过因为5G 的速度上慢，引起民众的不满。韩国媒体即马就曝光有900个消费者拍摄要做伙控告韩国的3大电信公司。来关心印度大疆生产 AZ 预防车，互欧盟退货。欧盟的药品管理局是表示讲，印度做的 AZ 预防车甲原厂的有争差，所以袂使伫欧盟使用。来关心今仔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日子。北京有发动宣传庆祝，不过中国宣告的戒备是真严。那今仔日嘛是香港国安法实施满1冬，香港警方嘛有加强戒备。今头等下国内，咱来关心疫情的关系，来回金门甲台北的航班拢有减少，真侪民众即马拢买无回程机票。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金门县政府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逐礼拜会加开3班紧急专机，会一直到全国的3级警戒解除为止。天也未光，就真侪民众赶到金门机场排队，为着一张对金门来回台北的机票。疫情严重，台北来回金门的航班大幅减少，造成机票真歹买。有人讲10几天前就已经订无票，只有来到现场补位，都只运气。22号到订了，之中都没有办法，没有都补不上。像我5点来就5点多来就人那么多了。无论金门机场外口也是大厅，等待以后，因讲拢互民众坐满啊。即阵台金每天的航班只有3班，一天平均90人数在200人以下。金门县府致力防堵疫情，也引起民怨。为了兼顾防疫甲民众的紧急需求，金门县府宣布对30开始，每礼拜加开3班的紧急专机，一直到全国3级警戒解除。头一组的班机已经载11人飞往金门了。需要去就医啦，或者是有重病啦，探视的，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奔丧的，可能有发现找不到机会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特别启动那个专机包机的服务。紧急专机以需求量上大的北京航线为主，不过有申请限制。以台湾这边为例，敢若开放奔送，医疗了后，转去金门加探望病情危险的出来的人。金门迄边是以来台湾奔送就医加探望病情危险的民众优先，剩的机位才会释放互现场候补的旅客。有买到票民众讲爱紧来台湾看医生。胃疼拢跳到后边来。我甲医生讲你们的药好像不符合我们。因为我都是在星光看的。我从昨天开始的，我就是请他们帮我排这2天。民众大部分支持县府加开紧急的专机，县府强调疫情非常时期，会落实紧急的专机严格来查核列车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5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579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伫咱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县市是新北市有6503例，台北市有4470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697例，苗栗有545例，嘉南有303例，彰化是264例，台中有197例，伫新竹县有102例。昨昏咱有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14804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579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有一个1年移工，捌接触到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客运车司机，想要到这移工是选去走去南投仁爱乡做临时工。落尾有甲伊送去集中检疫所，是传出讲伊发烧，经过体检，加载 PCR 是阴性的。但东县政府卫生局嘛有甲10个移工的接触者做体检，拢是阴性。南投仁爱乡的例行产业道路路无变过弯弯弯弯，医护人员小心开车经过石头放落的所在，用5点钟的时间冒险上山。因为仁爱乡花岗地区也有14个民众甲一个员警，捌甲逃走的移工有接触，不过因拢还无进行相关的体检。南投县政府30委托埔里基督教病院专程上山采检。
南投县政府表示，这个印尼籍逃走的移工是伫6月27到仁爱乡做山港乡查到，6月29尾嘛发烧红送医，结在 PCR 是阴性。伊接触的15个人目前快筛拢是阴性，不过也需要天后检体送落山了后，才会当做 PCR 检测。也若分林县二仑乡原来有一个逃走的移工，捌甲屏东 Delta 较近的接触者有接触过，结在 PCR 是阴性。我们就透过我们云林县专勤队做隔离检疫做隔离检疫，由专勤队专职针对这个目的他在专勤队里面隔离14天以后，那要解除隔离的时候，还必须要进行 PCR 的检测云林县政府表示，这个逃走的移工细厝的厝主、也甲朋友以及其他接触的人，拢采检结果是阴性，相关行过所在也拢已经完成消毒。为了扩大防止疫情有漏碰，7月7日下晡，云林县政府也伫二仑乡龙溪国菜市场设置快筛站，针对移工来进行快筛。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个有心的护理师去挖到病毒，当当时的状况较紧急，病院赶紧甲伊破腹生囝，加赛过程拢平安顺遂。即马这个护理师已经恢复健康，病院嘛提醒有心的负责人要赶紧去注意风险，减少去挖到的风险。护理人员送红仔甲婴仔用品，庆祝这个原底染病王小姐顺利生产，而且解除隔离出院。这个40岁接生头前仔的负责人是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急诊的护理师，因为接触到确诊的患者了后去挖到，迄当阵伊有生30礼拜，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了后，紧急破腹生囝。这个查某婴仔出世的时阵有1750公克，加在婴仔伫出世的时阵 PCR 采检是阴性，而且无因为因妈妈去挖到新冠病毒。因为我染疫之后，在家里面所有的家人都被匡列，也都被隔离了，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了东西就上了救护车就转到台大了。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台大医疗团队表示，有心的人若是去挖到新冠肺炎，症状会比一般人更较严重，而且还要兼顾有心的人甲胎儿的健康，所以干会当用类固醇等等的药来治疗，确保胎儿的细胞跟脑袂受到影响。而且为着互早产的囡仔会当增加抵抗力甲营养，妈妈生产了后是真拍拼伫接无灵，交互护理人员甲婴仔来饲灵。产妇的那个母奶，我们其实也做过 PCR， 是没有病毒的。所以事实上不用消毒也是可以哈。院方表示，母婴提去做 PCR 检测是阴性，互妈妈会当更较安心来饲母婴。母婴内底的新冠肺炎抗体，会当提供互早产的红婴仔。医师提醒，有心的负责人应该量早注疫苗，来降低感染了后重症、死亡，还有早产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昨昏公布艺文团体纾困贷款的专案，对传统戏剧到现代艺术，只要有立案的团体，拢会当申请，上济会当借600万。政府有拨1亿5千万的准备金，要帮助艺文团体渡过难关。疫情算断艺文产业，文化部宣布对7月初1正式释出演艺团体纾困贷款的专案，针对在疫情期间需要维持基本营运和研发创作的开销，拢会当贷款，上最通借600万。政府唔但提供10成信用保证，也会补贴1年内所有的利息，银行服务费也拢由政府吸收。我们当100%的保人，对，就从纾困贷款里面提拨1.5亿啊。给信保基金1.5亿是做什么呢？就是做呆账准备率，所以总额可以到15亿了。申请对象包括有立案的财团法人、甲公益社团法人、像基金会等等，或者是各县市有登记立案的演艺团体，拢适用。也那文策院表示，除了会以上紧的速度审查资格，也会协助团体转型，甲维持创作的能量。鼓励大家多元变现，手上有很好的故事跟 IP， 在开发的前期的时候，怎么样思考到除了实体以外，在线上各种的变现的模式？那这个也在规划中。疫情刺激艺文产业转型，文化部长李英德估计，整体艺文产业收入会了80亿到100亿。也若即阵有剧团杀线顶的陪伴计划，要展现上新甲经典的作品，希望甲大家斗阵期待伫剧场团圆的迄一日。记者闵金玲、许凯台北报道。
防疫期间，说来是号召高雄市政府有利用公共频道推出防疫电视台，对囡仔到阿公阿嬷各种年会拢有节目通看，而且阁有30部歌戏要轮流播送。市政府嘛有甲剧团买版权来到支持艺文团体有钱赚。防疫期间无通去看艺文表演，即马踮厝内就有当看。高雄公用频道一直到8月底推出防疫电视台，开台推出的戏剧就是歌戏，而且连续放送70天，网络嘛会当看。这35出拢是高雄在地原创的戏剧。在这几档的春天艺术节嘛，真受欢迎。考量到不同的世代，它有不同的观赏的选择。那长辈们他在家，他就是拿着遥控器就可以在电视上收看得到。那年轻世代呢，他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网络的平台。其实高雄是台湾歌戏的大本营，有98个立案的歌戏团。即卖剧团正经演出的节目，佫会当伫电视台播出，民众会使接近传统戏剧。版权费用对剧团嘛加减有帮站，因为所有剧团拢已经过半月无演出、无收入。电钱、水钱、花仔钱，吼，有诶无诶，这是这个困难咧，一直来的时阵，你即马有出无入，啊，大家头壳摸咧烧。伊想要看伊看袂到戏，有诶厝内面佫无播放器，我佫看袂到，啊嘛足惊讲拢甲阮放袂记去。防疫电视台毋通互阿公阿嬷踮厝内安心看歌戏，另外嘛有运动、生活、线顶动物园、甲学生校热的课程等等，要互囡仔甲老大人拢有节目通看。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镜头来国外，希腊的国家美术馆高档前调查头，轰蒙走起4件作品，其中包括100毕卡索送予希腊人民的作品，100个作品意义是真无同。经过这么侪档追查，希腊的警方宣布破案，抓着贼啦。伫咧2012年，迄当阵正轰动的毕卡索的作品被偷摕案件，希腊的警方宣布破案，甲100查甫人头像的作品，甲荷兰的画家蒙德里安的风车切断。Αξιοποιήθηκε μια πληροφορία από το ΙΔΕΖΗ, από το τμήμα κατά ιδιοκτησίας, όπου όπως είδατε σταθήκαμε τυχεροί. 警方讲嫌犯是49岁邮差工人，2012年1月19对希腊国家美术馆的后阳台偷走入去，敢若用7分钟就偷走4件作品，其中1件伫咧离轨的半路落去，另外100嫌犯讲已经损害墙的马桶啊。这几年拢也为藏伫咧厝内易经。最近才锁到雅典东南边45公里的凯拉泰亚的树林内面。嫌犯讲，伫咧偷摕进前有经过半年规划，也知影美术馆的警卫当时休困，当时去食薰。偷摕进前一个调工出动馆内其他所在的警铃，才动手偷摕。对希腊来讲，会当甲毕卡索100岁切断意义正大。因为伊是1939年二战期间，毕卡索为了要感谢希腊对抗纳粹，送予希腊礼物，一个亲手伫咧画顶头写，予希腊人民毕卡索致敬。Και φέρει την ιδιόχειρη αφιέρωσή του. Αυτός είναι και ο λόγος για τον οποίο ο πίνακας αυτός ήταν αδύνατον όχι απλώς να πωληθεί, αλλά να εκτεθεί και πουθενά. 被偷摕毕卡索作品10年了，又搁切断。如果人登到希腊的国家美术馆，馆长真欢喜，讲美术馆美术馆那时一会重生，搁再活起来。公司新闻詹回变编译。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正水的拿孔雀，捌因为当地长期靠旱面对生存的危机，也过经过保育人员的拍拼，即马已经顺利生团。不管孔雀是为了要找伴，或者是要甲敌人去行走，孔雀开屏的水，自古以来就互人类当作是吉祥的代表。巴基斯坦或印度边界塔巴卡地区的居民也同款，当地原本是拿孔雀的栖地，这几年受到长期靠旱加森林过度错采影响，拿孔雀拄到生存的危机。और ये इसी वजह से तो यहाँ से माइग्रे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निकल रहे हैं,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जब इनको पानी मुयसर नहीं होता तो फिर ये यहाँ से निकलने की कोशिश करते हैं, पानी की तलाश में निकलते हैं और फिर ये वापस अपने मकाम पे नहीं आ पा सकते। 有关当局伫咧当地设保护区，提供食物予孔雀，也有真侪会当渡水的水槽。伫咧温度较袂着到10到45度的打碎的气氛，或者是雨季因为气候变迁较无稳定时阵，
借助北非在水来食，当地居民也斗相共布局，主动饲孔雀。6 साल से तो मैंने इधर से आए थे, देखा मेरा मिट्टी चर रहने वाला था, सारा कारोबार छोड़ के पक्षियों देखा, बिल्कुल परेशान देखा, उसके पास पानी नहीं थे, खाना नहीं थे, तो मैंने सारों का काम छोड़ के इधर से आया ये पक्षियों को दाना देना, बोले ये मंदिर बैत भी बनाए थे। 即马当地孔雀的数量，甲10年前比已经增加5倍。孔雀就敢若是人饲伫咧田内面的鬼共款，会当甲人类和平共存。在当地印度教的信仰中，孔雀是圣鸟，孔雀开屏的水是大家拢喜喜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越南的首都河内这个所在的厝外形看起来矮矮啊、长长啊，看到敢若4米。为什么生做遮尔山丘？这甲河内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甲乡亲咱做伙来了解。5花10个建筑物，每一间拢闪闪落落啊，瓦正瓦。若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对这种色彩正丰富的命题印象拢会正深。这种山丘啊、山丘的厝，越南人家叫做公厝。公厝就敢若伊名共款。 一般只敢若4公尺宽，要毋过有可能到10几公尺深。外口看起来闪闪啊，要毋过内面的变化真多，甚至也有人伫咧中挖一个池内面饲鱼。Sự thuận lợi của nhà ống đó là chi phí đầu tư tương đối rẻ hơn so với biệt thự và hiện tại bây giờ có thể rẻ hơn cả những khu chung cư cao cấp. 越南规定，成买地才能起厝，这种闪闪长长的地较好买，而且佫会人起透天的。 较袂互楼顶楼骹吵，一般拢是一家伙仔4个人，要过要2、3台最连大。Theo tôi ở nhà ống thì nó có một số cái bất lợi như là do diện tích hạn hẹp, cho nên là không thể bố trí được các sân vườn hay là có quang cảnh đẹp cho ngôi nhà được. Thứ hai là do tiếp giáp với các nhà hàng xóm xung quanh cho nên không có ánh sáng và không khí trong lành cho ngôi nhà. Cũng như là ở lâu dài thì chúng ta sẽ phải mất một chi phí bảo trì tương đối lớn so với chung cư。一般认为，19世纪末，生理人移工来到河内，开始起这种公厝。当地土木学者讲，河内所在位人多，公厝是变动下的建筑产物，有限的空间会当做上大的利用。传统房舍甲现代生活结合，互公厝成做河内一种正特别的建筑美学。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 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